佢係國家隊史上入波最多嘅射手，曾經喺世界盃決賽射入3球。19歲嘅時候已經以主力身份奪得世界盃，但係喺2026年嘅5月，居然喺一個網站上面有接近1億人簽名，要求佢離開皇家馬德里。1億人有幾多？係西班牙嘅人口2倍。佢就係麥巴比。初出道嘅時候，個個都叫佢做忍者龜，又或者包皮。對唔住，我褻瀆啦。而家嘅佢應該要叫翻聲物種。唉，好啦，唔講笑啦。今日呢條片我哋唔係嚟審判佢，亦都唔係吹奏佢，我哋嚟探討以下嘅問題：大眾係點樣一步一步稱呼佢做物種，同埋究竟呢幾年媒體對佢嘅指控係唔係公平？照舊啦，我哋都會攞翻媒體、佢嘅隊友同埋網民嘅評價，等你有一個更加全面嘅睇法，去判斷獨裁呢個罪名成唔成立。2022年，麥巴比同 PSG 續約，呢份約最大嘅亮點唔係關於錢，係關於權力。據媒體指出嘅內容，麥巴比有權干涉轉會，有權影響排陣，甚至領隊佢都有份揀。有幾誇張？呢個衛報嘅報道講到明，如果可以投票邊一個先係 PSG 真正嘅話事人，最尾只會剩低麥巴比個名。就係呢一刻開始，佢唔再係一個普通球員，喺輿論嘅眼中，佢甚至係 PSG 嘅管理層。佢係老闆嚟噶，唔係淨係你咁樣諗啊，法國人都係咁樣諗啊。法國嘅媒體直接稱呼佢做老闆。而物種呢一個名亦都係呢一刻開始嚟。同一時間，佢同隊內另一位球星尼馬嘅不和亦都越演越烈。媒體嘅報道多到數都數唔晒。佢哋喺對蒙彼利埃嘅賽事，甚至發生過搶射12碼。之後尼馬 like 咗一啲批評麥巴比嘅 post， 有乜可能唔係尼馬射12碼？講到尾咪又係因為麥巴比係 PSG 嘅老細。佢哋兩個亦都喺 IG 度 unfollow 咗對方。過咗1年，尼馬就轉會咗去希拉爾。種種嘅跡象令到外界忍唔住猜測，係咪麥巴比逼走尼馬嘅呢？有啲人將個人利益凌駕球會，有腦嘅都知道麥巴比係邊種啦。去到2024年，有法國嘅網紅用麥巴比呢個噱頭去推出一款劇集，最尾俾麥巴比出律師信控告。有趣嘅係，其實呢位法國網紅亦都有抽其他球星嘅水，但係只有麥巴比嘅反應係咁激。獨裁者呢個指控就係咁樣慢慢一步一步升級而嚟。2024年，麥巴比轉會去啱啱贏得歐聯嘅皇家馬德里，結果皇馬連續2年4大皆空。好自然地，外界全部將個矛頭指向麥巴比，話佢影響更衣室，影響球隊嘅平衡。最嚴重嘅指控就係話佢同雲尼斯奧斯嘅不和。好多嘅媒體越煲越大，甚至開始傳出雲尼斯奧斯轉會嘅新聞。當年嘅尼馬出走劇本，而家好似喺另一個巴西人身上重新上演。順帶一提，尼馬曾經同過皇馬嘅巴西球員講，叫佢哋小心麥巴比。睇路啊，條友冇性噶。仲有一啲嘅指控提到球會嘅職員亦都受到麥巴比嘅辱罵。麥巴比係獨裁者，呢一個指控係咪已經坐實咗？不過講真啦，啱先所講嘅好多都係傳媒煲出嚟，有幾多水分我哋都唔知。但係咁已經足夠殺死一個人喺球迷心目中嘅形象。跟住我哋睇下啲球員嘅第一身資料。喺呢個2024年嘅報道，比寧咸親自幫麥巴比辟謠，佢就話媒體所講嘅不和全部都係假嘅。佢啊、麥巴比、洛迪高同埋雲尼斯奧斯幾個全部都係好朋友。雲尼斯奧斯亦都幫佢講說話，佢就提到佢同麥巴比嘅關係其實好好，無論係場內場外都係。佢甚至話當年自己都有份說服麥巴比加盟皇馬。而麥巴比其實一直以嚟亦都不斷為雲尼斯奧斯開脫。
喺2025年4月呢一個報道，佢已經提到佢同雲尼斯奧斯嘅關係好好，大讚對方係一個好嘅球員。喺對華倫西亞嘅賽事，麥巴比已經梅開二度，佢主動放棄帽子戲法嘅機會，將12碼讓俾雲尼斯奧斯。呢個舉動亦都可以話係主動釋出善意。喺26年嘅1月，因為球隊嘅差表現，比寧咸同埋雲尼斯奧斯都俾自己嘅球迷噓。出嚟講說話嘅唔係隊長，唔係領隊，係麥巴比。佢同傳媒講，要噓就噓全隊，唔好淨係噓佢哋兩個。喺雲尼斯奧斯面對種族歧視風波嘅時候，麥巴比亦都企出嚟為佢發聲。皇馬嘅新聞我哋就講住咁多先。雖然我哋都冇可能知道球員嘅真實關係係咪好似佢哋對媒體所講到咁和諧，但係至少佢哋之間都嘗試喺媒體面前保持住互相尊重，好過當年佢喺 PSG 同尼馬搞到咁僵。喺皇馬，因為佢係新嚟嘅球員，佢冇更衣室嘅班底，所以點都要隱藏佢嘅鋒芒。而返到國家隊，佢係隊長，佢係名正言順嘅大佬。我哋又睇下佢做大佬嘅時候，佢嘅隊友係點樣睇佢。迪金斯3番4次講到，麥巴比係一個成熟嘅隊長，成隊都愛戴佢。更加重要嘅係，佢話外界對佢嘅印象同真實嘅佢其實有好大嘅距離。喺丹比利贏得金球，全世界都笑麥巴比係毒瘤嘅時候，麥巴比公開祝賀丹比利，仲話願意親自送個獎去佢屋企。丹比利亦都開腔話傳媒對麥巴比嘅批評太過火，而且話佢係法國隊嘅領袖。而杜林甚至可以公開笑麥巴比嘅樣似忍者龜。喺法國，我哋似乎完全揾唔到麥巴比係獨裁者嘅證據，反而我哋望到嘅係一個氣氛非常和諧嘅更衣室。點解同一個人喺球會嘅更衣室同埋喺國家隊嘅更衣室可以係兩個完全相反嘅故事？最大嘅分別唔係麥巴比呢個人喺球會同埋國家隊嘅性格有唔同，而係成績嘅唔同。喺 PSG 嘅時候，佢哋粒粒皆星，但係始終冇辦法攞到第一次嘅歐聯。喺皇馬又係個個都性格巨星，仲要2年嘅4大皆空。當你揸住一手嘅好牌，但係打唔出成績嘅時候，有邊個好賴？一定係更衣室有問題啦！有乜可能個個都咁勁，但係贏唔到冠軍啊？而喺法國，麥巴比2018年贏過世界盃，2022年就喺決賽戴帽。你隊波踢得咁好，讚都讚唔切啦，仲邊得閒揾戰犯？不過又咁講，我都唔係想幫包皮講說話，我都覺得其實佢係多位俾傳媒入嘅，不過就唔係佢對隊友嘅方式。由頭到尾，其實得尼馬呢一單係證據確鑿。麥巴比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嘅態度問題。喺 PSG 嘅時候已經出晒名唔防守，甚至喺反擊嘅時候散步。仲有呢個名場面，俾安力基鬧佢唔防守。呢啲差嘅態度係球迷最唔願意望到嘅，就係咁，佢失去咗好多球迷嘅印象分，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導致有1億個皇馬球迷請願要佢離開。因為呢一種特權係最打擊士氣嘅，除非你好似美斯咁，人人都甘願為你服務。好，講完我嘅意見啦，你哋又覺得麥巴比係獨裁者呢一個指控係唔係冤案？歡迎留下你嘅 comment。我叫做侯大力，我之後都會製作更加多關於足球嘅影片。如果中意呢條片嘅，不妨留下 comment、subscribe。多謝你嘅收睇。掃地嘅啫噃，掃地唔係觀眾啊！多謝晒你哋，冇查啦。